家拢是兄弟姊妹，弟兄弟家。这是一支小小的蜡烛，虽然伊真细支，总是点火的，伊幽暗的发出真光的火焰来。我细汉的时阵呢，真爱点蜡烛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生日的时阵点蜡烛，不管啥物人生日点蜡烛，都有啥物货通食。鸡卵糕，对，我真爱食鸡卵糕。第二个原因是停电的时阵点蜡烛，因为停电无电，爸母无通做工课，所以呢，伊就点蜡烛讲故事，互我甲阮妹妹甲哥哥听。迄个时阵的时间，互我感觉真舒服吼，很回忆这样子时间。去大汉了后呢，我煞无啥爱点蜡烛，毋是两个原因，是因为大汉了后，我知影啥物叫做蜡烛两头烧。蜡烛两头烧，会互我感觉真紧张。总是呢，我要讲，咱每一个人其实拢是一支蜡烛，伫无共款的所在，点着你家己照光别人。这首是歌讲，我是一支烛，我要点火光，蜡烛烧家己，为着照光人。咱做伙来唱这首诗歌，咱嘛做伙来想，我的人生是一支蜡烛。我是一支烛，我要点火光，蜡烛烧家己，为着照光人。我是一支烛，我要点火光，点火光，点火光，点火光。我是一支烛，我要点火光，蜡烛烧家己，为着照光人。我是一支烛，我要点火光，点火光，点火光，点火光。我是一支烛。我是一支烛，我要点火光，蜡烛烧家己，为着照光人。我是一支烛，我要点火光，点火光，点火光，点火光。主地叫咱人做真光的灯，亲像一支烛，花美是照光明。这世界有黑暗，做做人着担。咱着照伊个，一人一家。主地叫咱人做真光的灯，亲像一支烛，花美是照光明。这世界有黑暗，做做人着担。咱着照伊个，一人一家。主地叫咱人做真光的灯，亲像一支烛，花美是照光明。这世界有黑暗，做做人着担。咱着照伊个，一人一家。马太福音5章16节，恁的光着照伫人的面前，互因看见恁的好所行，来归因光，互恁伫天日的爸。约翰福音15章8节，恁着结果子多多，对安尼，我的爸得到因光。咱是毋是要成做真光的灯，点着家己，照光别人，来过结果子多多较多的人生？还是咱要扛占土地，有叶看无果子的人生？这两款的人生，咱要过啥物货？这是值得咱好好来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期待今仔日借着牧师的分享，透过牧师的讲道，咱做伙来学习，嘛做伙来敲吹。最后，我们要来唱《心愿》这首诗歌，咱一面唱，一面思考，嘛一面预备咱的心来回应咱对上帝对咱的呼召。主啊，我愿意奉献我家己。主啊，我愿奉献我家己。主啊，我愿意我服侍你。主啊，我愿意我服侍你。无论我伫倒位，无论我伫倒无论我写经无论我写经母，我愿一心顺服你旨意。顺服你旨意。我为主全生命，我为主做真为主做真典，我为主做老母，我为主服侍人。主啊，我愿奉献我家
我家己。主啊，我愿意永远服侍你。请咱这个时阵，将咱目睭开开，咱用心来唱，对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愿意奉献我家己。主啊，我愿奉献我家己。主啊，我永远服侍你。请起立。来啊，咱来鞠躬敬拜伊，咱来跪落创造咱的上主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牧养的羊群，是伊照顾的子民。只是请咱三甲来坐念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搭坐伫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屏。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。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这是当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愿满心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，愿众兄弟姊妹会当伫圣殿中来朝见你。我嘛要用阮的全心全意献伫你的面前，愿你的心欢喜。顶礼拜是中职甲各团契会长的就任式，求主保守每一位中职同工起初忘掉服侍心志，逐工有充分的时间，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常常有渴慕敬畏的心，甲活泼祈祷的灵。求主赐予教会中职同工真侪牧者的好帮手，
全心全力来服侍主，按照神的心意完成圣工。求主逐工使同心合意的灵，伫中日同工之间，伫生活中、事工中，常常合适成长，彼此相挺，才咱彼此的软弱，用好的话语互相鼓励、支持，继续伫圣神的智慧、能力甲谦卑中服侍主。主啊，我嘛求你看顾保守遐个心灵软弱、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，愿你亲身来引带医治，愿你的圣手加侪阮的力量，互阮的信仰是真真正正活伫阮的生命中。感谢主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，阿门。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主听阮祈祷，受赐阮平安。阿门。请坐。即是来启印，启印文第60篇，启印文第60篇。我若袂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使语言，若无恁爱，我就亲像落咧遐，若别咧遐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，会了解逐项的奥妙甲逐款的知识。我若有够野的信心，通移山倒海。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躯互火烧。仁爱是宽容，有仁爱就袂嫉妒，袂做见笑的代志，袂快受气。袂爱不义，仁爱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毋忘，这念仁爱永远存在。传达上帝信息的温度是暂时，咱所捌的有限。毋过，迄个完全的一会来。我做囡仔的时，讲话亲像囡仔，但我已经成人。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，模模无明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。这念安尼信毋忘仁爱，这三项永远存在。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。这是请看圣经节记载伫马太福音11章第12节到24节。马太福音11章第12节到24节。对惊洗礼约翰的洗礼教导，天国互人强强处。强的人用力处伊，因为众先知甲律法有参与到约翰的时。你若甘愿承受，即人就是得要来以利亚，有耳孔通听的，就听。即世代我要用什么来批评伊？是亲像囡仔坐伫规市里来叫因的同伴讲：阮对恁分达啦，恁无跳舞，阮捌悲哀，恁无追凶。因为约翰来无食无啉，人就讲伊犯着鬼；人子来也食也啉，人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投向甲歹人的朋友。若是智慧对伊的所行，显明伊是对。耶稣捌伫遐的声惊侪关灵，因为因拢无反悔。迄时才即笔因讲：哥列信啊，你有知的；比赛代啊，你有知的；
因为伫恁中间所行遐个官灵，若有行伫催罗甲西顿，因就早早穿满衫，散火夫来反悔。若是我甲恁讲，当审判的日，催罗甲西顿比你又较快担当。加比龙啊，你兼会得着举起到天吗？你要对落因府，因为伫你的中间所行的遐个官灵，若有行伫索多玛，就到今仔日有枵伫地。若是我甲恁讲，当审判的日，索多玛的地方比你较快担当。这是来读金句，记载伫约翰福音15章第2节。约翰福音15章第2节。鸡若连伫我的鸡，无结果子个，伊就送起来；鸡若结果子个，伊就收互伊清气，互伊结果子搁较济。王牧师要讲到的题目是有叶啊无果子的人生，有叶啊无果子的人生。也即大家平安。会早起的礼拜是一个大地动的礼拜。一个英语咱才到即句也无当出来，这第一。第二，圣经节，甲我所要用的无共款。我用马可11章12节到24节。拄则咱师会是读马太。这个是我的毋对，因为个我爱对过，所以我马太、马可我家己无注意到。来这个时我搁来读一摆马可，歹势哈，咱今仔日加读一寡圣经哈。因为我今日我要用的是有叶无结果子的无花果。这安尼讲，马可11章12节，第2日，因对伯大尼出来，耶稣巴肚枵，远远看一丛无花果树，树顶有叶，就对遐去，检查会当伫树顶会当找到啥物，总是到树下，竟然找袂到啥物，不过有叶，因为毋是收无花果的时。耶稣就对树讲：“对打了后，永远无人食你的果子。”因的门徒拢听见。因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入圣殿，赶出殿内做买卖的人，车倒换钱银的倒，甲卖薰鸟的人的椅仔，也毋准人摕任何物件伫圣殿行来行去。就假使因讲，圣经毋是安尼记吗？我的殿的确要做万民祈祷的殿，啥事恁互伊变做贼兽？这时头甲经学师听见这个话，就想办法要诛灭耶稣，却惊，因为众人拢奇怪耶稣的教训。逐日暗时，耶稣就出城去。马可11章20节，早起时，因对遐经过，看见无花果树连根拢打了。彼得想起耶稣昨昏的话，就对伊讲：“先生啊，请看，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高大了。”耶稣回答讲：“恁着信上帝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无论啥人对即座山讲，你山开迄伫海呢，伊若心内无犹豫，就信伊所讲的的确成就。24节，所以我甲恁讲，既然恁祈祷求，无论是啥物，只要是信，就要得到。愿上帝祝福，互听搁行伊的话的人。会早起，我要甲咱先分享的是有叶无有无花果的人生。
无花果树有一个特性，伊毋免有花就会当结果子。无花果树有一个特性，伊若有叶，就一定有果子。无花果毋免花就会结果子，有叶就一定有果子。然后这个遮，咱要对遮来看，讲耶稣帮忙我甲切过。下一页，拜托，有法度无？无才我会再去做到遮尔水的。人生真正咱哪有即款的哈？真正有真侪意外。这毋是我要伫的。OK， 伫遮咧讲，耶稣对伯大尼下一页，登去城呢，登去倒位的城，就是耶路撒冷城。伫路呢，耶稣巴肚枵，耶稣甲咱拢共款。耶稣行过你我咱人生的路，伊也会哭，也会巴肚枵，也会野先，也需要困。所以即个耶稣，伊讲伊巴肚枵，即个是巴肚枵。看见远远的所在有一丛无花果树，讲长满了叶子。你会当看见遮远远看到一丛无花果树，长满了叶子。拄则我讲。无花果树的特性是啥？有叶就有啥？有叶就有果子。再讲耶稣看到远远一丛无花果树，叶长满了规丛树，伊巴肚枵就行过去。结果有法度挽着无花果通食无？无。耶稣就甲咒诅，讲对打了后，无人会阁食你的果子啦。问题即个遮有留一个疑惑，遮特别记一句话讲：耶稣要挽无花果的时，迄个时间是结无花果的季节，是毋是？各位，安尼你看到耶稣，即个耶稣有奇怪啊无？你看到即个耶稣有挑剔啊无？这毋是结无花果树，这毋是结无花果的季节。啊，你要挽，啊，都毋是结果子的季节，你才会要共挽，啊，挽无佫共咒诅。因为即个耶稣到底倒位无好势？耶稣，你有事吗？耶稣，你有问题吗？因为真侪时阵吼，我爱咱，我一摆搁一摆咧提醒讲，兄弟啊，逐摆你若咧读圣经，有当时啊一寡奇怪的所在，请你不要跳过去，请你不要以为你懂了，请你嘛毋免定定，亲像一寡人讲啊，我们就凭着信心接受就对了。我甲你讲，这若对我咧读圣经，我拢吞袂落去。耶稣。这明明都毋是山果子的季节，啊！你要来挽无，因为你巴肚枵，啊挽无通食，无通说，啊你就共咒诅。这个的态度做法，甲普通时耶稣的个性有一致啊无？无一致，啊无一致，那你要安怎？毋通放伊过。伫所有的圣经的中间，你若看到无合理的所在，你毋通放伊过，遐绝对有问题，遐绝对暗背后有一寡什么代志。我直咧提醒这个少年人，当你有当时啊，甲一寡长辈咧讲话的时，甲这个长辈咧讲话咧讨论代志，伫咧记接，有当时啊，你看到突然这个长辈即句态遐无合理，即句态遐奇怪，普通时都毋是安尼，态即马安尼。我甲你讲，有可能真侪时间无法度通说明清楚，做下辈的人
凭着信任甲信心，凭着信任甲信心，先伫第一时间忍耐落来，然后领受完全顺服装备，暂时。因为真侪时阵，伫迄个关键的时间，无时间交代清楚。所以真侪时阵，做下辈若拄着即款的情形，我望讲，爸，你才会安尼想？母啊，你才会安尼想？老师，你才会安尼想？牧师，你才会安尼想？加问一下，你会得到足侪过去你毋捌有的物件。遮耶稣不当时是为着任何一个苦难的人，为着一个拄着代志的时，耶稣拢会为着伊争取。耶稣会当为着救一个人，家己陷落到要互抬，伊也阁欢喜去保护迄个人。啥事耶稣你直接为着你家己的腹肚枵？逆理是圣经内面充满的道理。人若要甲你扒一边的喙边，你着安怎？佮另外一边佮越过要扒，你试看卖，你先生若扒太太哦，啊你佮好啊，你佮甲我扒，这边你扒无着，佮扒，你毋通酷酷，真正你啊直直拄来哦。耶稣都叫我安尼讲，耶稣意思毋是安尼啦，拜托，读好清楚啦。真侪时阵咧读圣经，读啊甲人会起冤家，因为圣经的白纸黑字安尼对啦，后壁意思毋是啦。OK， 请咱有当时啊加用一寡时间，做一个较有深度的基督徒。人啊，真侪人有一句话讲啊，人爱幸福。我定来伫咱的教会讲，来哦，来到遮干那要找幸福尔哦，来到永福教会干那要找幸福蒙恩的人生哦。感谢上帝，自从这几年来，咱教会较无一寡硬念的话，较无一寡负面后壁话，因为咱来这个遮干那要找幸福，要找快乐尔。但是这个遮定定有一句话讲，幸福的秘诀是安怎？爱低期待，幸福。幸福是人生的追求，但是你若要有得到迄个幸福，你的人生的欲望，你人生的物件都爱较少咧。这个是逆理，这个是逆理。有影你甲注意看哦，逐个人拢拼。我一栋厝、两栋厝、三栋厝、五栋厝，我一台车、三台车、五台车，我的车要变做，我甲你讲，你会当看去这项代志，社会上所怎变做一项。你若要看幸福，有当时还伫足简单的人的身上才看会到。你若看到两个翁仔某相牵，所以会当伫迄个真平凡的人的中间，伫遐相牵，伫遐下晡时咧泡茶。暗时三甲斗阵咧看一台电视，我毋知咱兜电视有几只。所以有影有看见讲哪做物件的人，迄个人甲人的感情若洗去了，人甲人若洗去了，幸福就不见了。但这个才咧讲，伫这个才读到这个圣经的时，咱伫遮有看到一寡奇怪的现象。咱今仔日要来处理这段。耶稣毋若咒诅，今仔日毋若咒诅这个无花果树。但是咧，咒诅拄则讲，毋是伫结果子的季节，毋是伫迄个季节。耶稣连连搁入去到伫圣殿，人圣殿不当时几若10年来、成100年来，就是拢安尼伫咧运作，拢照起工，伫遐咧献祭，伫遐咧祈祷，伫遐咧学老，伫遐咧读经。有人有要献祭，就爱去做买，踮遐咧换钱，踮遐咧有钱人买较好诶，无钱人买粉饺就好。哇！都迄几百年来，就是迄款诶状况，踮遐咧进行。耶稣对细汉都抱去圣殿，耶稣12岁嘛去圣殿，这物件原本就拢运作较真自然，逐日伫咧发生诶代志，无拍算今仔日。讲拄则咒诅一丛无花果树，即摆入来到圣殿，入去了后，才就耶稣一个入圣殿，甲所有的圣殿内面最美拢赶出去，
然后甲伊换钱银的倒啊，甲车好倒，甲迄个买分鸟的椅仔甲踢落走去。你会当知影讲，一个耶稣入去，规个圣殿怎啊乱糟糟，啊，10个人怎啊当咧看，到底即个人是起笑的是无？今仔日有食药啊，无食药啊？拄则救助迄阵，即摆来到遮，规个拢车倒，伊个学生规个一头雾水，到底即个耶稣今仔日是咧创啥？耶稣甲伊讲：我的殿要做万民祈祷的殿。恁叫互伊变做插手。耶稣做即个动作，耶稣讲这个话，遐伫咧换圣殿的人当边仔伫看。今仔这时头甲经学师听见耶稣做即个讲即个话，做这个代志，当边仔咧参详要创啥？要好死，要好死。你会当看见耶稣即句话。即个心思意念甲行为，规个无共款去。甲伊波当时咧讲，我是好牧者；波当时咧讲，恁着温柔谦顺，那敢若拢无相像去。圣殿的目的是咧创啥？互人敬拜上帝。圣殿的目的，互人安静祈祷。圣殿的目的要互人伫通过伫即个所在的人甲上帝对话交流了后，努力互每一个人带着一个使命，要互上帝国临到伫人间。时间已经直直接近啦，耶稣心急。礼拜日，徛驴啊应邀入城。这个咒诅无花果树是拜一，洁净圣殿拜一，然后拜五伊当定十字架。伊的时间怎样？已经短了，已经无时间啦，已经无时间啦。伊要通过这个无花果树，互伊变做一个教导。对伊的学生讲话，要互伊变做一个譬如流落互人间，到即句2000年后，也搁咧对咱讲话。然后上帝的殿，伊一个出世的时，就抱来到伫遮献互上帝。伊即马就要离开即世间啦。上帝的殿，伊若拢无做啥物，那敢若？即句的圣殿的状况，就是耶稣看伊那过。即个圣殿的状况，那敢若就是真自然，就是全世界人民敬畏耶和华上帝的标准版伫遮。所以到伫遮，耶稣出手。耶稣一世人进出即个圣殿几若摆，伊了解即个圣殿所有大大小小的状况，但是即马。已经是拜一，然后拜4暗，伊就要奉陪。咱伫即个遮，佮回顾耶稣最后一礼拜。礼拜日中秋节应邀入城，礼拜一咒诅无花果树，洁净圣殿。拜二佮经过迄条路，彼得甲耶稣讲：先生啊，你看你昨昏咒诅的迄丛树。规丛到伊的棍拢打去啦，然后拜二，耶稣佫主动佫入个圣殿，然后伫耶路撒冷周边，拢甲遐宗教界的领袖伫咧做辩论，做对抗。伊明明指出因的罪恶，指出因的不义甲伪善。耶稣当时都毋是一个挑战性的人，但是这2天奇怪。因为伊要流露什么叫做上帝的旨意，伊要流露什么叫做上帝的心意。伊即个动作刻伫心内，刻30几年。你位，毋知你对一项想要做的代志，你会当刻偌久？毋知你感觉你这项代志，你若真正要创，假如时机不对的话，还不是时候。你就先不要做。但
等到最后的时刻，就是时机不对了，你还是要做，因为你没有机会了。这是我对耶稣学的物。若无，那敢若逐个人凊彩呼呼的，拢对。耶稣伫遮毋是，伊拜日的时间，拢伫耶路撒冷甲遐个宗教界的人。恁若读马太福音，恁若读马可、路加，你看伫最后拜日所有的发生的，伊将完全无客气，伫即日完全显现，互人知影上帝的心意是啥。恁到即马是安怎？恁有这宗教人员有够伪善。拜三，耶稣佫入去见，伊互已经死去，伫亡年4天，身躯已经差不多臭去的纳撒路。人讲伊4天啦，待伫亡年啦，身躯臭去啦，耶稣却互伊对亡年佫出来。出来了后几天，耶稣佫去因兜，耶稣佫甲伊3时，然后毋若去佫一摆去见纳撒路甲伊的姊妹。耶稣佫接受厝边，纳撒路的厝边有一个西门，做法利赛人，是一个真有钱的人。伊以前着抬高过，抬高差不多拢爱死，总是有上帝的恩典特别恩待，互伊的抬高好去。那即句伊邀请耶稣来互伊请，所以耶稣会记得。拜三啦，明仔载拜四，耶稣就要互掠去啦。拜三，耶稣竟然也阁有迄个心情，接受西门，得到太高的西门的邀请，去因兜互伊请。逐个人踮遐咧食饭欢喜的时，竟然有一个妓女入来，用伊做妓女的赚的钱去。买一个迄个哪大样样，竟然迄个妓女来，逐个人咧食饭欢喜的时，迄个妓女来怎啊个用迄个哪大样足芳的哪大样样，倒伫耶稣的骹，用伊的头毛，遮尔水的头毛切伊的骹，然后遐即个动作，规个厝内芳讲讲，即个动作引起厝内这个西门主人甲伊的人客，逐个人大震动，然后即个厝主人挡袂牢。伊讲耶稣啊，你若是先知，你敢毋知即句坐伫你身边的，伫屈伫遐咧哭，用伊的目屎，用伊的头毛，踮咧甲你切的，迄个是啥物人？伊毋是好人呢，是歹人呢，是妓女呢？你毋知吗？啥事耶稣会伫即个时间接受即个邀请，搁接受即个玛利亚，即个真奇怪的动作。你为有真侪时阵，莫干那讲啊，这我无法当接受，啊，这我无法当，我甲你讲，你着一步一步入去研究探讨，你着得到足侪上帝要对你讲话。然后拜四，耶稣设立办过节的圣餐，然后伫拜四圣餐食了，犹太甲出卖，然后伊去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。罗马兵就来了，就带去啦。拜五就受定。当我甲即个时间整理落来时，我会当完全会当理解耶稣你啥事咧救助即张无花果树。耶稣你啥事你甲即个圣殿规个车倒了，你毋惊死，你毋惊人甲你批评，你毋惊人甲你误解。伊要用伊的性命拄则，敢毋是？虽然即使带这个团队甲咱讲，都爱亲像蜡烛点到照光。耶稣即句真正是甲家己点到。伊要互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爱是啥物？显明伫众人的面前。伊若无做，伊本身若无即个无安尼做，即世间的宗教看袂到上帝的心意。无论你的宗教心偌强，
我讲无花果树，咒诅无花果是一个譬喻，伊要用安尼来对咱讲什么？无花果树讲叶规丛满满拢叶，安尼无花果树的叶真茂盛，无花果树真兴旺，无花果树真好看。无花果树搁伫迄个时会当做互鸟仔叶的，人会当伫遐养。无花果树，但即个一个问题啊，搁转来迄个原始点啊，有叶就爱有啥？有叶就爱有果子。城市你有遐尼好诶好看诶叶，你无有果子，外表足好看，外表足兴旺，外表足安怎样？但是当主人来诶时，万无果子要安怎？因为你我咱有一个，咱拢爱面对主人要甲咱挽果子，毋知伫咱诶人生为虾米果子互上帝挽？若无你搁较侪，搁较安怎样诶兴旺，安怎样好看诶树叶，拢无效，耶稣咒诅。我想这个是耶稣通过即个要甲咱讲。圣殿耶稣他会伫即个时要规个甲车倒，伊毋惊众人，伊毋惊。我想啦，咱即摆个礼拜突然一个人来，甲咱规个弄甲乱七八糟，绝对咱有一寡。耶稣伊干犯迄款的现场，但是伫遐咧显明，伫遐咧讲，圣殿的目的是咧创啥？恁太互伊变做贼收，干那踮遮伫咧，干那踮遮伫咧做经济交易。时间过了后，逐个人踮仔伫咧无闲耍，然后讲看今仔日咱安尼收入偌济钱，收入偌济钱。圣殿的目的是伫倒位？所以，若敢若有好的外表，无实质的，恁有才艺人；若有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、葡萄树，恁有才艺人。我想伫即个遮，也阁有一个严肃的事，是安怎？即个是无应该有叶遐尼多。然后即丛树叶遐尼饱，别人无通食，是安尼食甲肥出出；别人无通用，是安怎物件遐尼多，拢咧新鲜。因为咱突然发觉，无论你卖啥物款的较高级的机械、现代化的产品，你用无30%。你厝内的衫櫥，你穿无20%。咱看见讲有影，物件多无一定会互咱幸福，颠倒是简单，然后剩的时间会当做足侪代志。即个遮咧讲，即丛树是安怎样肥出出，遐好看。耶稣咧讲的。讲这是一个譬如，这个社会有太侪人，家己食较肥出出，然后对社会一点仔拢无贡献；家己食较肥出出，逐项拢足好看，然后对疼人、服务人、栽培后进、夫妻两者、保护官儿孤妇，逐项拢无做，然后直直咧看轻别人，因为逐项拢有，亲像即丛满满好看的。无花果树一般，无实际生命的果子，上帝来会咒诅这个。我想，耶稣用伊的生气，用伊的鞭拍，提醒遐个宗教界的领导者，但是可惜遐个领导者，迄个时无受拍醒，佮继续。耶稣互掠定了后，这领导者感觉阮赢啦，耶稣互阮即个奇奇怪怪，即个拢伫咧专门咧挑战咱的耶稣，咱甲处理掉啊，咱会当佮继续平顺进行啦。然后你若佮继续平顺进行，照过去的脚步安尼过日子，宗教若腐化，
规个国家社会都是腐化。宗教若腐化，规个社会、国家、风气，逐项拢腐化。就因为安尼，咱会当看见耶稣心急。耶路撒冷圣殿后来的几年，互罗马帝国拆毁70年，等于耶稣提醒、耶稣鞭拍、耶稣车倒、耶稣警告、耶稣咒诅了后40年后。耶路撒冷遐尼东方的耶路撒冷，拆甲讲无两块石头相塌，规回拆毁了。会当看见讲，其实耶稣的提醒甲心急，恁即摆都爱跟打主，恁即摆都爱跟 do something， 都爱 change， 但是呾伫遮过长工，即两项大代志，咒诅无花果树甲烧毁圣殿了后，第二工。佮行对迄过，耶稣学生彼得讲：“先生啊，你所咒诅的即丛无花果树打起来，连棍嘛打起来。”耶稣回答怎？耶稣话题怎佮跳开去？耶稣回答因讲：“对上帝要有信心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若对即座山讲起来，迄落海。”只要心内无犹豫，确信伊一定会实现，这个事就会为着恁实现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恁的祈祷无论求什么，相信就要得到，相信就会得到恁所要求的。这个讲祈祷，这个讲相信，这个讲应允的实现，你的期待的实现。面对新的年，咱互相提醒，无做空占土地。我应该还够吧？无做空占土地，无坐伫迄个官位，然后滥权，努力个结出好的果子，然后甲咱所受托的积分，咱的受托。有足侪，你做人的爸爸，你做人的妈妈，你做人的囝，你做人的阿公阿嬷，你做人的老师，你做圣歌队队长、团契会长、执事、长老、牧师、传道，你伫遮你有足侪无共款的受托，伫你的公司、伫社会你有真侪无共款的受托，莫空占土地，然后咱来结出规矩，甲咱的身份会当相匹配。然后伫即个遮，咱来切切祈祷，因为咱的祈祷若确实安尼相信，即个祈祷有一日上帝会甲咱应允，所以毋通想讲我对少年的时祈祷，我甲你讲，你祈祷1年、3年、5年、10年、20年也无成，迄个祈祷的种子，若敢若亲像种子刻伫土的内面，迄个种子怎样，逐工你拢看袂到，但是一段时间过了，2年了，有当时啊，怎突然伫遐蹦出一丛来。迄丛会直直大，因为你祈祷的功效到一个时到，伊会复应，伊会大丛，伊会开花，伊会结果子，然后结果子伊会有新的种子搁落落，怎直直生炭。所以有当时啊，人伫咧做一个完整的梦的时，有当时啊，迄个梦啊足久才完成。那么对一寡长辈讲。愿上帝互你伫目睭开以前，你看会到你的梦想。是啦，耶稣伫咧甲咱讲，继续祈祷，就要迫切继续要有信心，毋通放弃。到最后，你要得到你所要得到的。若确实你是一个会结果子的，你若是一个有咧结果子的，爱注意一项。爱阁继续葡萄枝爱连伫葡萄树连结，所以常常连结伫上帝的国。你若离开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，你若离开上帝的旨意，然后你所做的可能拢是虚空，因为拢咧做家己想要做，
然后你会看见即个圣殿的提醒。你直直咧做家己的，你会看见即个无花果，家己占真大，但是主人要伫的无半项。咱真惊了，咱无连接伫上帝。你一世人的确爱连接上帝的旨意，你才得得到，然后你出出来接，你出出来这是上帝要伫的果子树。受托的人生，2019年新的一年已经交伫咱的手，咱有要创什么？咱会当创什么？愿上帝真正互咱成做一个好个真中的萝卜。咱执事长老3连结，团契干部3连结，大家人连结，然后咱最后即个永福教会连结伫耶稣基督甲伊的爸上帝。咱来三角来祈祷。阮感谢主的恩典，互阮伫你的面前，通过圣经的引带，阮甲耶稣行入伫伊人生最后几工，然后通过无花果树受咒诅，因为伊有遐尼多的树叶，遐尼丰富好看，竟然伫内面耶稣找袂到通食的果子。咱看到圣殿入要到伫耶路撒冷，学生对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你看遮尼东方的耶路撒冷。”耶稣却甲伊讲：“伊无久的未来，伊无两块石头相塌。上帝啊，阮恳求你，假使阮知影算数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”逐日过你所爱的生活，听人、服务人，维持国家社会公平甲正义，然后互受哀伤的人真正会当得到安慰，互失落愿望的人会当看见光伫遐咧带。耶稣基督就是阮的光，阮是一粒小小的蜡条，阮嘛会发光。通过阮的好所行，互人知阮是真正是耶稣基督的好的学生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靠主的名，阿免。回应是圣歌队要吟的诗歌是：我已经决定要跟对主，我已经决定要跟对主。已经决
这是来吟圣诗第510首，因困做工无嫌劳苦，因困做工无嫌劳苦，欢喜来做天父工程。这是我主所行的路，路仆应该对主来行。这是请起立来吟。这是来回应上帝听。奉献三，请牧师报告甲介绍。请起立。请坐，报告请牧师。
毋知 OK， 咱今仔日新的朋友佩轩的婆婆伫遮，陈少姊妹来，毋知伫倒位？已经离开了哈。OK， 好，咱欢迎伊。毋知还佫有新的朋友无？毋知迄个林桂美姊妹 ，OK， 桂美姐伫遮，桂英姐伫遮，咱下晡中集会开了后。要来去桂英姐因斗顿午上哈 ，OK， 所以等下逐个人小可交谊一个交陪一个吼。咱今仔日因为即个系统有问题，所以有摕信息刻伫咱伫咱的手，请遮个信息就对今仔日开始信息拢全刻伫遐，无信息拢刻咧，然后咱教会小会已经。决定会阁买一寡信息，遐来再刻伫外口，所以即摆遮个信息就莫，今仔日就莫收啊吼，伫呾开始就刻伫遐。咱伫正月23暗时7点半有要举行中级同工的训练会，请中级同工甲正月23暗时即个甲拨出来，咱有要做训练会哦嘿。正月27会员大会，咱要开会员大会，迄个补，咱要教会大扫摒扫，迄个摒扫怎样分组？伫第4页，咱第5点遐有分，遐有讲清楚吼。所以请兄弟若会当来保守，逐个人到过年的时，伫咧清洁咱家己的厝，请咱吼。请咱家己甲摒互清气，拢好势，毋免耶稣来替咱摒嘿。OK， 来本会消息遮，下晡的中集会地点伫6楼，因为7楼咱已经做袂落。下晡1点开中集会时，地点伫6楼，请大家注意。即礼拜拜5，阁请蔡牧同牧师来咱教会做演讲。邀请所有的中级同工兄弟，若会当拜托，这是真好自我训练的好机会。咱伫旧年的奉献已经刻伫1楼，请咱家己去看一下，看对毋对？有伫正月20有要中会有要检查簿册，请咱用相关的人注意一下。准备第7点，咱有第2期的生命成长。小组咱感谢上帝，即个小组足成功。真侪人洗礼了后，伫即个小组陪伴，到即马几若个月，逐个人拢有真水生命的丰富的故事，拢伫遐流目屎，伫遐祈祷逐礼拜拜2，安怎拢毋转去。即马已经遐侪个月过啊，因佫拢毋煞，拢毋煞团队。都爱阁创第2期，所以第1期也爱阁保留，第2期也阁所以若假使有人有要做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，请你来报名。有人会专门搁较具体来陪伴你。咱团契的消息，秋景团伫咧邀请你，若假使会当的时，你若会当有捌音乐的人，请你来报名。妇女团契嘛，伫咧邀请你毋茫有一寡60岁以内、65岁以内的50以上总然40几嘛会当来啦吼。无咱即摆妇女团契已经年纪有较大啦，拢咧讲牧师阮已经咧老要安怎？少年也无啥要入来要安怎？都讲一寡少年咧，讲到70岁伊也佫穿甲红记记，讲我也佫足少年诶，要参加妇女团契拢怪怪安尼吼。我想是，因为咱即个礼拜日的礼拜吼，礼拜三就逐个人走去。你若要佫较深来甲教会团契，逐个人相熟悉，有啥物代志会当逐个人相甲陪伴？我想你爱参加小组，爱参加团契吼。少年团契伫2月初9到初10有要去国关福音中心领袖会，请开始报名请咱踊跃哦嘿。宣礼团嘛伫咧招生，即批已经稳起啊，即批会阁斗价只要你若有心，只要有心诶，你讲牧师我68岁也会使无？只要你若有心诶，
我12岁会使无？会，只要你若有心的，拢来。你看遮迄个陈老师甲王老师两个安尼哦，拢迄个咱这上优秀的老师无条件要陪伴你吼。所以真好哦。咱迄个告解消息，正月19即个拜六，亚东剧团要来中基12楼，咱台湾国际会议厅演出。即个亚东剧团是真水真水的一团，伊的负责人是我温哥华教会团契会做过青年团契会长，转来台湾，转来迄个浩信牧师遐是德堂，转来遮一个暑假了，伊就全留伫台湾，伫遮娶某，伫遮生囝，然后伊本身伫加拿大做真好的迄个演艺训练，所以全留伫遮，甲即个创办人结婚，全伫咧培养即个亚东剧团。3年前，即个亚东剧团叫火烧去，规个财产拢烧了了。真辛苦，即马佫重新再起吼，所以迄个因当年伫全台湾国内外有真杰出的演剧，所以来到伫咱身边，若会当拜六，即拢是传福音极好的机会。你若有心伫咧要带人信主，请拜托带去参加即款的会。参加即个咱3月佫有一场迄个金希文迄团叫做啥因气要过来台中，我想这拢是咱带人信主真好诶。OK， 总会伫咧办一寡青年的大专的神学的研究，爱去读神学，爱研究圣经，毋是干那背圣经尔吼。我讲的圣经背后有太侪。迄个奥妙，你若干那读圣经，你袂明白。所以，请青年人踊跃参加，这是互咱的信仰毋通走蛇，毋通停留伫前地，这真要紧。咱真欢喜，这个社区的工作，囡仔，咱这个暑假、寒假到，咱这老师拢抑佫继续甲因陪伴，佫甚至要伫遮主导，大家逐日中昼伫遮老师甲学生斗阵煮。这拢是生活的教育，真欢喜遮个陪伴。长辈开始有真侪职能训练甲拍鼓，咱为着咱教会对囡仔到中年、青年、老人各种遮个事工，咱教会真侪需要带导的人，请你起来，成做一个会晓关心人、会晓甲人拍电话、会晓甲人鼓励的兄弟，因为咱是听的大家庭。以上报告，多谢。这是来吟圣诗第527首，咱拢诚做一家人，咱拢诚做一家人。因为耶稣诚做上帝的子民，因为耶稣诚做圣，因为耶稣日光明，因为耶稣咱有搁活人生，欢喜享受主活命，欢喜结连伫主听。因为耶稣丰富产业自四定，这是请起立来吟。吟诗线。因为耶稣
阮感谢上帝，阮的性命有耶稣，就拢变做无共款的人。愿三位一体上帝阁继续引带扶持，保守你的脚步，互你伫过来的人生，过来新的一年，充满平安喜乐，阁伫各种艰难中，也阁伫流着目屎，做坚定的祈祷，持守到落尾，你就要看见上帝恩典伫遐咧等你。三位一体上帝保守你，充满你，互你成做一个有力的见证者。对这事到永世代不尽，阿门。真济。上帝赐福保守你，愿你甲你一家平安。虽然祈祷久久，事也未看见，就搁用信心坚持，用祈祷甲行动去做成梦想实现。